教室里的热天，等会煮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听老师讲，教育部为着要互学生囡仔伫学校有更较舒适的学习环境，教室要安冷气。这个逐班拢有冷气的好消息，互阮心内足欢喜的。敢有影？后摆热人有冷气通吹啊！真实的哦，伫教室嘛有冷气通吹。逐个人拢毋敢相信这是正经的，嘛足期待迄天较紧到咧。后学期开学了后，冷气已经安起去啊！看到咧要有冷气通吹，阮逐个拢喙笑目笑。无偌久，教室的冷气要试看有啥物问题无？老师交代阮，爱会记得加早一领外套来学校。若准讲伤冷，就爱脱外套，才袂去寒着。虽讲冷气无问题，毋过着等天气变热，才会用得使用。清明连假天气有加较烧热，不过教室冷气使用规则有讲，伫高温的月份，室内的温度超过28度，才会使得开冷气。6月天火烧埔，真正会热死人。教室里有够有热，校校规定分老站开冷气，避免全校共一个时间启动冷气电力，致使超出契约容量。吼，这阮毋知啦。教室内底活马热死，人感觉真压榨。阮干那想要较紧吹着冷气。上早是5楼9点会当开冷气，刷落来是4楼9点10分，才搁轮到阮3楼，时间要到啊！老师早就甲冷气卡甲遥控器传好势，9点21个到，哔哔2声，那亲像伫咧甲阮话讲，紧甲我开开，紧紧紧！阮3步做一法，毋免老师吩咐，逐个骹手拢真美丽，随徛起来关头前门、后壁门、窗仔门。老师紧试遥控器，甲冷气开开。无一搭仔久，哪来哪凉，袂搁再头昏昏、脑顿顿，规个人精神拢好起来，逐个拢欢头喜面，开始认真上课咯。也毋过有当时啊，
阮老师踮教室煞袂得咧找冷气，到冷气卡独独一张尔，便阮去别间教室上课，就会甲冷气卡炸去。老师毋知无冷气通吹。老师有够可怜，伫遐尔热诶教室内底解曝仔，定定看伊解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三不五时摕手巾仔咧拭汗。见摆阮要排队去别个所在上课，老师拢会望阮下课爱较紧转来咧。老师，阮知影啦，下课阮会紧转来教室，甲冷气卡交互你，互你下日甲阮做伙吹冷气，吹甲凉凉凉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